伫咧新竹的南寮渔港，一年有超过2万只渔船出入。不过，时间一个久，沙的沉底港口就积沙，渔民若准备出海，就要配合着大海的这个大流。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对今仔开始也要进行清沙工程，改善渔民的作业环境。规排渔船停在港口内底，无法度出海掠鱼。新竹南寮渔港渔船出入水道，因为地形甲天候因素，当年堆积大量的沙土，或者渔民收入常常受到影响。船没办法进出啊？为什么？涨潮和那个退潮的时候差很大啊。你看现在退潮，航道都没有了。时常进出在涨退潮的涨潮或时间算不准的话，常常会搁浅在这个航道里面，就没办法进来了。所以影响很多渔民这些作业的一个时间。过去新竹渔港差不多2年就要疏浚一摆，渔船才通顺利出海掠鱼。今年的疏浚方式特别采用暗杠抽取，希望工程会使提早完成。今年采用新的一个做法，就是利用北边我们渔港的疏浚，利用埋设将近2公里的暗管的一个方式，抽取了这样的一个淤沙，来补南边海堤的一个流失哦。这摆工程总经费是对渔业署补助2500万，按算今年11月完工了后，渔民出入航道会更较安全，嘛较免受到考劳的制限。记者张君豪，新竹报道。